提起伊拉克，你會聯想到乜嘢畫面？坦克、爆炸、戰爭新聞。每次同人講起去伊拉克旅行，人哋第一句都係同我講嗰度打緊仗，好危險。其實薩達姆政權伊拉克戰爭已經係20年前嘅事啦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伊拉克可能係聖經記載嘅伊甸園，上古人類5000年前最大嘅城市，舊世界7大奇蹟空中花園嘅所在地，你又信唔信？我係 Traveller 嘅創辦人 Alfred， 我哋團隊專營小眾旅遊路線40年，阿富汗、伊拉克、也門等小眾極具挑戰性嘅路線，我哋頻繁出發，幫大家拓闊旅遊版圖，帶俾大家安全、深刻、難忘嘅旅程。呢條片同大家一齊見證伊拉克由伊甸園、古代文明、戰火重生嘅完整歷程。長久以嚟嘅戰爭似乎掩蓋咗人類文明搖籃嘅故事。蘇美爾被視為人類最古老嘅文明之一，佢哋亦都發明咗人類最古老嘅文字——楔形文字。吾爾同烏魯克係兩座最震撼嘅古城邦，有6、7千年嘅歷史。佢哋可以被視為露天嘅博物館，有大型金字塔，冇任何玻璃圍欄遮擋，遍地佈滿咗刻有楔形文字嘅泥板、刀具器皿，隨手就可以執起欣賞，一嘗成為考古學家嘅體驗。至於巴比倫，一到達你就會見到壯觀嘅藍色大門，古城同埋迷宮一樣保存完好。沿住城牆行，你會見到刻滿傳說生物同埋神獸嘅浮雕。而全世界最古老嘅地圖亦係出自巴比倫。唔少學者竟然認為伊拉克就係伊甸園嘅所在地。根據聖經記載，伊甸園就係位於兩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同底格里斯河嘅交界，而嗰度真係有棵叫做亞當樹嘅古樹，一齊重返人類初嘗禁果嘅禁地。當地亦係美索不達米亞沼澤嘅所在地。當地人相信自己係蘇美爾文明嘅後裔，堅持用原始嘅方式生活至今。我哋會坐船穿越大片嘅蘆葦水道，走進蘆葦屋進行家訪。當地人會熱情招待，奉上烤魚、熱茶同埋小食。呢個將會係一個非常貼地、富有人情味嘅體驗。外界對伊拉克戰火紛飛嘅印象，好多時候都同薩達姆有關。喺佢統治嘅時期，發生咗多場衝突，包括兩伊戰爭、波斯灣戰爭、入侵科威特等嘅歷史大事。佢亦都曾經屠殺大量嘅庫爾德人，用化學武器濫殺無辜。雖然薩達姆已經倒台20年，好多地方已經將佢痕跡抹除，但係我哋為大家搜羅咗多個連當地人都唔認識嘅地方。行程上面，我哋會睇到薩達姆頭像嘅大型浮雕、銅像同埋遍佈全伊拉克嘅薩達姆宮殿，帶你重返薩達姆時期嘅伊拉克。戰後嘅伊拉克一直努力重生，但係我依然會見到好多戰爭廢墟。我哋會走進昔日嘅戰地，見到炮擊嘅痕跡同埋倒塌嘅房屋。呢一個係一個好深刻、好沉重嘅體驗。戰爭可以一瞬間讓千年古城夷為廢墟，讓我哋反思到和平嘅價值。戰火故事以外，伊拉克亦都係一個富有活力嘅國家。我哋會帶大家遊覽古老嘅阿拉伯市集，彷彿走進1001夜嘅故事場景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全伊拉克歷史最悠久嘅餅店，仲有機會品嚐到薩達姆果汁，體驗伊拉克人嘅真正生活。點解要跟我哋去伊拉克？我可以好直接咁同大家講一句，喺華人世界裏面咧，真係冇另外一間旅行社可以好似我哋咁熟悉伊拉克嘅，程度上爭好遠 ，not even close。我哋團隊喺2017年開始啦，復辦伊拉克團，直至今日每年大概15團去伊拉克，全國各地我哋都行過無數次，全部行程我哋都係親自去驗證、親自調整。行程方面，我哋搜羅咗眾多連當地人都未必認識嘅景點，我哋會去晒全國所有嘅世界文化遺產。帶大家有多個嘅貼地體驗，例如家訪啦，例如去當地人最中意嘅百年餅店啦，仲有全伊拉克歷史最悠久嘅咖啡店等等，我亦都加咗喺行程入面嘅，等大家可以貼地咁認識伊拉克人嘅真正生活。跟住落嚟解答關於伊拉克旅行最常見嘅5個問題。去伊拉克安唔安全呢？其實關鍵在於你同邊個去嘅。我哋團隊有豐富嘅經驗，每年有10幾團出發去伊拉克，熟悉當地嘅情況，亦都安排咗專業嘅導遊同司機。敏感嘅地區咧，亦都會安排軍警陪同，務求讓大家旅程順利安全，等大家可以專心咁去體驗伊拉克嘅文化同歷史。去過嘅團友咧都相當滿意㗎。我哋全年都有伊拉克團出發，1年4季都適合嘅。
其中最佳嘅旅遊季節咧就係每年嘅10月去到第二年嘅4月份，氣温舒適，去沼澤、去廢墟、去摩蘇爾步行咧都可以嘅。而夏天咧温度大概係30度左右啦，但係愛去嘅景點咧基本上都係搭車去到，所以旅途亦都係相當舒適嘅。前往伊拉克係需要有效嘅簽證嘅，我哋團費已經包括咗幫特區護照辦理伊拉克嘅簽證㗎啦，而其他護照嘅持有人，我哋亦都可以提供簽證嘅協助。留意翻啦，伊拉克嘅簽證政策經常改變，單係上年就已經變咗3次。我哋會緊貼當地政策，為大家提供簽證嘅協助。其實伊拉克係一個伊斯蘭教國家，咁但係就唔係好似大家諗到咁誇張，唔需要包到密不透風，唔需要戴頭巾，好似香港咁樣着咧就已經 OK 㗎啦。咁但係都留意翻，我哋旅途上面會去幾座宗教嘅聖城，需要入鄉隨俗戴翻頭巾嘅。詳細嘅注意事項，我哋喺旅途上面同埋出發前嘅茶會亦都會提點，唔需要擔心犯規。其實伊拉克咧大部分地方都唔收信用卡嘅，咁但係我哋嘅行程已經包括晒衣食住行。如果大家想買啲手信、買啲零食嘅，咁帶少量嘅美金去換當地貨幣就 OK 嘅啦。伊拉克咧全國都有4G 嘅網絡覆蓋，網速仲要幾快添㗎。當地咧冇防火牆 ，Facebook、IG、Google 全部都用到。喺當地嘅第一日，我哋會帶大家去配 SIM 卡，等大家全程都可以同親朋好友保持聯絡。語言咧的確係伊拉克旅行嘅一個重大障礙，當地大部分人都唔識講英文。當地咧係主要講阿拉伯文啦，而庫爾德地區就係講庫爾德文嘅。但係我係會為大家安排講英文嘅導遊，全程幫大家充當溝通嘅橋樑，等大家可以深入認識伊拉克呢個國家㗎。去伊拉克主要就食羊啦，唔食羊都會有魚同埋雞嘅。上一次我隨團去伊拉克咧，一個去咗超過150個國家嘅團友就同我講，伊拉克嘅烤魚係全世界最好食嘅。不過順便提一提啦，伊拉克嘅口味咧相當重，咁所以我哋中間亦都會穿插伊拉克版嘅西餐俾大家調劑下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獲取伊拉克嘅行程同埋報價。